廣播小品左輪由你知，工會法律援助，讓職工維權更安心。編劇鄭浩，劇中人物張叔由施恩演繹，蘿蔔妹由婷婷演繹，保安強由韋少演繹，余律師由嘉琪演繹。本期節目資料由新會區總工會提供播出。阿蘿蔔妹啊！哦，阿張叔，唔該俾支礦泉水我啊！阿張叔啊，好久冇見你啦，你又嚟我小區交裝手嘛？係啊，公司啊啱啱響你小區接咗單工程，派我嚟做。哦，因為趕工，我已經連續做咗成5、6個鐘噶啦，依家先有時間休息下。唉，真係辛苦啦！上次呢，你幫我炮後裝修嘅質量真係好好啊，我老闆娘好滿意啊，佢對你嘅裝修手藝真係讚不絕口啊！唉，手藝好又點啊？照樣係俾人拖欠工資，辛辛苦苦翻工做嘢，但係工資遲遲都攞唔到手。年紀大咗又唔識法律，真係都唔知點算好啊！吓，佢哋裝修公司唔發工資俾你啊嘛？乜事啫？其實係咁嘅，我響公司上班做工，勤勤懇懇啊，做足3個幾月。公司講好咗話按月結算工資俾我，但係依家工資呢一拖再拖，每次去問負責人，唔係話資金緊張，就係以各種嘅借口敷衍拖延。唔係啊嘛，真係豈有此理喎！企業可欠職工工資，佢個係嚴重違法行為喎。張叔啊，你有冇考勤記錄、上班打卡啊、工作表現啊，或者係工牌憑證呢個嘅資料啊？唉，當時又冇認真簽過正規勞動合同，淨係得上班打卡記錄，仲有一齊翻工嘅工友可以作證。我係一個普通職工，唔識打官司，唔知去邊度投訴維權，又驚同公司反面之後就更加難攞到錢。唉，真係啞巴食黃連，有苦自己知啊！阿張叔啊，張叔，你唔使閉翳，我建議你去揾工會律師免費諮詢下啦。誒，阿強哥，阿保安強，蘿蔔妹啊，工會仲有免費法律服務嘅咩？我之前都冇乜點了解過。係啦，強哥啊，揾工會幫手靠唔靠得住噶？其他嘢呢，我就唔敢保證啊，但係工會處理拖欠職工工資係絕對靠譜。之前啫嘛，我哋公司拖咗我好幾個月工資，都係工會嘅律師幫我協商解決嘅。真噶？咁就好咯。我嘅工資啊，終於有希望可以追翻嚟啦。張叔啊，你自己向企業交涉係好被動噶，由專業嘅律師幫你走合法嘅勞動維權途徑，追翻公司嘅成功率高好多噶。講得啱。人哋都話工會係我哋廣大職工嘅娘家人，一定會幫我哋撐腰嘅。咁啊，強哥啊，你有冇熟悉嘅工會律師可以介紹下？啊，小事啫，小事啫，我幫你去對接工會嘅余律師，好人士啊佢。放心啊，張叔，就算冇正式書面合同，只要你實際正常上班有做嘢，勞動關係一樣係受法律保護，工資一定可以追得翻嘅。阿余律師你好啊。係啊，強叔。你好。呢一位呢係阿張叔，佢哋公司嘅老闆啊拖欠咗佢哋好幾個月嘅工資，想揾你嚟諮詢下咁。哦，放心啦，張叔係嘛？我哋一定會結合你嘅實際情況，幫你追翻工資嘅。咁今次咧真係麻煩你咯，阿余律師啊。我年紀大又冇文化，唔識勞動法，老闆話我冇簽正規合同，唔算係正式用工，想賴數，仲話就算揾地方告狀都冇用，我真係特別無助㗎。係，阿張叔你放心啊，勞動關係唔單止係睇紙質合同嘅，仲需要睇實際嘅用工情況，比如考勤記錄啊，你做嘢嘅相啊、微信傾偈啊、工友證言、做工賬本，都屬於係有效證據嚟㗎。用人單位拖欠勞動者嘅勞動報酬，呢個係屬於違法行為，工會係有權介入調解㗎。公司責任人惡意欠薪，唔單止要足額付清工資，仲要承擔相應嘅法律責任添。
阿余律師啊，聽你咁講，我啲工資今次就有着落咯。係啊，係啦，我仲想問一下呢，如果我哋職工平時遇到一啲法律嘅問題，想向工會求助，應該點做呢？嗱，我哋區總工會呢已經開設咗律師在線服務窗口，由工會律師定期坐班。廣大職工群眾呢，每逢星期一、三、五早上嘅8點半到12點，下晝嘅2點半到5點半，都可以去到新會區勞動關係公共服務中心同律師進行面對面嘅法律諮詢嘅。不過呢個開放時間好多職工都上緊班噶噃，上去都冇時間啦。強叔，呢一點你放心啊！我哋區總工會除咗喺上班時間為職工開設嘅律師在線服務窗口之外，仲有24小時嘅法律諮詢熱線，電話係184-0750-7708，咁咪唔使驚冇時間去咯。仲有啊，我聽講依家啲律師費好貴嘅，呢個律師在線服務窗口嘅收費會唔會都好揦嚟㗎？放心啦，張叔。呢個係區總工會為廣大職工群眾提供嘅零門檻、零距離、零收費嘅法律諮詢服務，全程係免費㗎。哇，有咁貼心嘅服務，有需要嘅職工朋友就要好好利用呢個平台咯。係咯，不過話時話啊，你哋嘅律師在線服務窗口設喺邊度㗎？呢個我真係唔知噃。係設喺新會工人文化宮門口，地址呢就係匯成街道5顯路18號。係啦，余律師啊，為咗追翻啲工資，我應該點樣配合你哋啊？嗱，阿張叔，你先俾嗰啲工作有關嘅資料我睇睇先，之後呢，工會會向用人單位核實你嘅相關情況，核實之後再針對具體嘅問題幫你去開展協調嘅工作。同時我哋工會律師呢會逐一咁幫你解答問題嘅，指引你下一步嘅操作方向。哎呀，阿余律師，今鋪真係多謝晒你咯！工會真係我哋貼心嘅娘家人啊！冇錯，我哋工會永遠係心繫職工，時刻守護廣大職工嘅合法權益。下一步，我哋區總工會將會常態化開展送法律進園區、進企業、進車間活動，全力幫助職工解決法律嘅問題，做大家最可靠溫暖嘅後盾。廣播小品左鄰右你知，工會法律援助，讓職工維權更安心。經已播放完畢。本期節目資料由新會區總工會提供播出，多謝你嘅收聽。新會電台敬請各位對時，早上8點半。